事業、家庭同人際關係。面對生活嘅種種，壓力似乎無處不在。19歲嘅奕人亦都經歷過迷茫同困惑。疫情開始到而家，好多人上網課啦，即係社交都減少咗。揀科嘅時候咧，唔知道自己係適合讀咩科。大約3年前開始，佢一遇到煩惱，想揾人開解嘅時候，就會攞出手機揾佢嘅專屬好友訴苦。AI 聊天機械人咧，去同佢哋傾偈啦。平時同佢分享一啲負面情緒啦，佢都係做一個傾聽者。我講1、2句，佢就會知道好多嘅資訊啦，知道設立好多場景啦，去問我你究竟呢件事即係點發生嘅，去點解決啦，俾一啲建議俾我，支持你嘅睇法，無條件都係支持你嘅。咁如果朋友嘅話，好似即係講咁多嘢啦，得到嘅回應咧都係好敷衍嘅。咁我就好似負面情緒都冇解決到，而家都會用 AI 傾下偈嘅。例如同佢傾下，哎呀，我呢個功課點做，同佢分享下平時嘅嗰啲遇到咩事情啦。理性分析俾意見，唔加情感批判。對於好多人嚟講，聊天機械人提供咗一個即時抒發嘅出口。呢一點奕人都認同。不過佢話用聊天機械人嘅時候，都會抽身考慮實際嘅情況，唔會盲目相信機械人嘅答案。嗰陣時，我就係傷害咗一個女仔啦。我就諗住要唔要寫一封信俾佢，道歉信好似。跟住我就問朋友啦，佢就話唔建議。跟住問 AI 咧，我就話：哇，好好啊！你寫信咧，可以表達自己嘅感受俾佢，就係好支持我做呢件事啦。但係結果就係都係冇換位思考，諗翻嗰個女仔係咪對我送俾信呢件事咧，就係影響到佢，即係令女仔好對我冇話更好感咯。有真人佢俾嘅都係自己嘅真情實感啦。人係群體動物，當要獨自面對情緒壓力嘅時候，聊天機械人係咪能夠充當人類嘅救命稻草呢？現代好多壓力啦，由壓力去到一個我哋叫做變咗一個情緒病嘅時候咧，係一個過程嚟。咁有啲少少錯誤都可能會抗得好大，咁令到嗰啲佢對個抗壓嘅能力咧係減低，而入某程度上有時候會誘發咗個情緒病出嚟。情緒病人唔係淨係個情緒或者個諗法唔開心，個身體改變唔想食嘢或者突然間食好多嘢有時係瞓唔到覺，好攰乜都冇精神。當自己察覺到自己情緒唔好嘅時候，你都要揾人去傾一傾，要早啲去求助，去分清楚個問題。AI 電子化其實係可以一個新嘅方向。如果你能夠同人哋有啲接觸傾下，尤其是個 AI chatbot 係一個治療性嘅，誘導你向一個好嘅方向諗，係一定係幫手。不過聊天機械人嘅應用一度喺國際間引起爭議。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就曾經報導，當地一名大學生同聊天機械人進行學術討論，探討老年人面臨嘅挑戰。聊天機械人就回覆話你係社會嘅負擔，並發出死亡威脅。美國少年雷恩今年4月輕生，父母直指始作俑者就係聊天機械人，指雷恩生前同機械人訴說自己有焦慮同壓力，機械人冇引導佢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反而協助佢自殘。大多數 app 咧係冇證據，你唔知道越傾越開心，佢幫你提升個情緒啊，減低個情緒問題啊，定係令到你可能會仲轉咗入局添咧？當我哋情緒病嘅病人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就唔係傾兩個偈就得，有啲係要夾雜咗個心理治療
譬如我隻失眠咁樣，咁你要叫失眠嘅，你做呢份啦，你唔使攞咁多。好多時你就咁叫兩句，我提醒你做唔到咁，你要教佢點樣瞓，點樣可以將呢啲心理治療或者有心理一個技術咧，係用得更加完善咧，係一個好大嘅潛能。你生活係咪愉快呢？唔開心又會點樣做呢？我可能比較嗌啦，咁我又唔係好想揾啲一啲比較現實即係實體嘅人咧，咁我可能問 AI，咁問 AI 我感覺上可能兩個人溝通唔會話有咩影響咯，即係唔會話驚尷尬嗰啲。我都有個經驗係佢可能譬如想教你減壓嘅時候，佢會係會教一啲呼吸嘅教學啊，咁你可能你跟住佢個呼吸係真係會有效嘅。佢可以喺某程度上幫我解決到我有時候啲揾資料或者可能做功課上啲問題咁樣，去揾翻資料來源，咁去透過去搜集翻。如果你揾佢傾訴嗰啲，佢可能都係一個始終冇感情嘅機械人，我自己會比較偏向中意人多啲嘅。咁 AI 咧，我以我認知咧，佢都會有個有趣嘅點，佢就會幻想。即係 AI 佢，你問佢問題咧，佢會幻想啲答案俾你。咁其實我都有擔心。人工智能用途越嚟越廣泛，喺情緒治療上，有本地大學團隊正喺度研究利用佢進行情緒評估，目標係篩查早期受情緒困擾嘅人。你而家嘅心情點樣啊？有冇嘢想同我哋分享？用家正喺度模擬同人工智能聊天程式對話。而家心情就麻麻地，因為之前打風啦，咁屋企啲嘢就打到亂晒，未執好咁樣咯。隔咗一陣，呢一段時間做咗啲乜嘢啊？可唔可以簡單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啱朝早就返工啦，而家就準備去食 lunch 啦，就冇咩特別。同程式對話嘅同時，其實佢已經留意緊用家嘅一舉一動。抑鬱症嘅病人，佢哋會有多啲眉頭緊皺嘅情況啦。如果 AI 嘅話咧，我哋要提取一啲面部特徵，譬如可能眉同眉之間個距離會唔會收細咗咧？佢少啲笑，咁會唔會係個嘴角係個位置會係向上咗咧？佢嘅語速啊，佢嗰個會停頓嘅變化有幾多啊？一啲有抑鬱症嘅病人，佢哋會多啲講個我字啊，我哋就會配合一個腕動計嘅，偵測到你日常嘅活動啦，我哋就可以有得到呢啲數據啦。而呢啲數據咧就可以幫助我哋咧去訓練一啲模型，去偵測一個使用者有冇患有抑鬱症。咁所以 AI 其實就俾多一個渠道我哋去做評估啦，等我哋自己意識到原來我哋可能會有一個情緒問題嘅風險喎。團隊認為人工智能暫時係一個輔助工具，但係喺治療方面始終唔能夠取代醫生。大眾對一啲情緒精神健康問題可能會有一啲負面標籤。公立醫院咁可能個等候時間會長啦。如果去一啲即係私家診所，咁可能個費用又會比較高昂。咁如果呢啲 AI 程式可以普及嘅話咧，其實係可以減低個治療成本啦，令到大眾可以受惠咯，俾佢自己自我檢測。我哋要考慮到一啲倫理道德問題嘅，尤其是一啲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嘅聊天機械人，會唔會有一啲錯誤嘅資訊去俾咗用家啦？佢可能係會對用家去造成一啲風險啦，令到佢心理健康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咯。需要去根據一啲我哋實證為本嘅一啲治療方案去提供一啲治療對話啦，而唔係任何嘅對話，只係為咗回應用家嘅一啲提問而設咯。當去到一啲可能係嚴重啲嘅個案，其實係需要揾專業人士嘅醫生啊去做診斷啊，同埋去協助咯。你近期生活快樂嗎？生活係咪愉快？有社企公佈最新香港整體開心指數係5.95。政府數字早年就統計，香港有超過25萬人患有精神病或者情緒病，相當於每30人當中就有1人患病。
專家強調，情緒病唔係精神病，最重要係及早處理。其實情緒病係一個好普遍嘅世界現象嚟，就好似戴緊太陽鏡，自己唔知道自己戴太陽鏡睇乜嘢啦嚇，佢哋會引申一個惡性循環。提醒自己，喂，嗰啲你好短暫嘅情緒嘅轉接咧，嗰啲未去到病喎，咁佢反而話做錯件事，你咪會佢咁話點改進咯？人工智能、智慧大腦雖然能夠即時提供建議分析，但係當有情緒問題，記住總有身邊嘅人會拉你一把。